就在苗栗的三义乡，每年农历4月26号庆祝五谷大地诞辰，热闹的萤火龙节盛大登场，被列为客庄12大节庆之一。而这一天呢，五龙阵头花车踩街是热闹非凡，民众庆丰收、酬谢神恩，也代表着客家人饮水思源不忘本。那么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就要带您热闹一下。苗栗三义客家庄锣鼓喧天，庆祝五谷大地诞辰。五谷宫前这条萤火龙一现身，吸引民众目光。用稻草编织的萤火龙，上头还加上客家花布点缀，9节龙身摆动着，活灵活现。过去就是说，大家都很了解萤火龙的一个传承，是我们客家的文化特属。那我们因为要让我们的萤火除了稻草之外，我们是加点客家花布，它会更有特色。萤火龙俗名香火龙或草龙，是客家传统习俗之一，以稻杆和竹片编织而成，龙身插满香，进行绕境等祈福仪式。而有雾香之称的三义，将香火龙命名为萤火龙。每年农历4月26日庆祝五谷大地诞辰，萤火龙节盛大展开，也被列为客庄12大庆典之一。已经第3年度的一个萤火龙，是因为我们要感恩我们五谷大地，让我们每一个所有种稻作的人啊，民众啊，农民都能够庆丰收。客委会副主委钟万梅亲自参与点睛开光仪式，宣告萤火龙节正式登场。透过一个活动，有它的文化价值，有它的产业价值，有它的观光功能，最重要的还有它的传承教育的功能。不只是能够带动当地观光，仔细瞧，负责舞龙的阵头都是国高中生，让年轻一辈亲自参与，更是肩负文化传承的重任。我们今年是为了向下扎根，把我们萤火龙的一个传承，由我们的小朋友，由我们三义乡各所小学，每一个4所小学来做一个向下扎根的部分。会场上还邀请了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迷你版的萤火龙。一边享受做劳作的趣味，一方面也更加了解传统的民俗节庆。民众扶老携幼庆丰收，酬谢神恩，也代表客家人饮水思源不忘本的精神。五谷丰收酬神恩，稻草捆杂，花布加身，三义客庄里萤火龙翻腾。当孩子的小草龙成型，学会饮水思源，也体会感动时刻。